多谢影评继续要来关心南方澳啊跨港大桥放落来，疙瘩，抑个一个外国渔港失踪，国军透暝伫咧处理，先甲船撤开，清一条临时的水路出来。交通部处长拄则有上新的说明。一天晚上都没有休息。那现在我们看到右手边，我们军方的弟兄正在做我们航道开通的最后的工作。那目前航道开通的进度是水架工程都已经完成，那港务公司跟军方一起合作，现在正在布建浮标。那同时也跟渔会在商量，等一下试航的一些细节。那我们浮标预定在今天早上10点，可以布设完成。那军方也会把整个临时航道测量完成。那至于这些试航的细节，那目前还在跟我们渔会还在商量。那等一下有新的进度再跟各位报告。那水下工程完成的部分是什么？然后有要求到证据要保全，那我们哪些部分没有动？我们这个临时航道开通前后都有专家小组进场去进行评估，也有主任检察官给我们协助。那目前水下工程只是拆除原来桥梁上面的栏杆，跟结构体没有相关，所以不会影响我们调查存证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也是经过检察官的认可，我们才下去做这一些栏杆的拆除。那目前我们水道开设的情况是这样子，在最低潮的时候，它的深度是3.3米，最高潮的时候，它的深度可以到达5米。那我们知道，大型的渔船，要看它的载重的情况，原来我们渔会那是希望我们的深度可以到达4米，那在3.3米到5米之间，我们会看潮差的情况，以后每一周都会会来公告每一周可以安全通行的时间。那我们会跟渔会来合作，来通知我们的渔民，来预定我们这个试航的这个时间。请问市长，针对这个21年没有检测这个部分，我们交通部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今天港务公司的人有到场吗？港务公司的人现在都在不同的点在作业。那至于21年没有检测，没有主动检测，而是利用县府的资料，参考县府的资料、检测资料来进行维修，而不是依照机关一般的要求，要主动去检测。那这一部分也造成了疏失，所以部长昨天也有讲，我们一定会纠正。市长，请问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渔工是在船上，然后被压的嘛，所以我们会不会考虑就是未来要设一个安置的，让渔工可以不用睡在船上？谢谢。跟各位报告，这个建议事实上是很好。我们目前，我们的船长在这里船长在这里。我们这3艘船原来也是要来进行油料的补给，然后出海去捕鱼所以渔工是留在船上休息。那当然有一部分在陆地上这边作业了那如果说将来有要在船上要加油或是其他的，我们会来跟渔会商量。如果他们认为说加油的过程中间，我们渔工或是我们的渔民可以上岸先休息，那这个我们会来协调相关的单位，尤其在港口里面给予最大的协助。那针对最后1名还没寻获的，因为船东有表示说希望赶快把船只吊正扶正，然后把船舱给抽出来去寻找。那目前我们这个进度，这个我们一直持续在进行这个事情。这一艘船现在就在我的右后方，
对面的13号码头上面。我刚刚跟船长还一起在那里，我们在商讨目前的工作的流程。那这一艘船它的重量非常的重前天为了要拖这一艘。